진다 남다 러세 진이 되고 진시 세치리 얘기 도가 레관진 칸다 세비 전로 마리 멘도 동해 기세웨 조조 권라 보지大子 演la 主角 杨连松 周大切着女母尼龙来给家着追在近，马里没在东岸有个今年追在日之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是原定绿洲建设托有个，就差就当就你现在道路没是江北养了对。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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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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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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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今天去看着二十去，大路的木门把入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瓦在都是。六针灸记吧啊，第11课六针灸记吧。那六针灸记8年了，俺就名词。我们首先同样是生词，东吧，东吧，大家都知道东巴是空的嘛，对，东不东江，东不东江，空空的，空空的，东不东江，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嘛，东不东空空的，东不东江，啊，东不东江。你看这那么就空气空性啥的东北的东泥啥是吧？东泥，东北泥，东北泥这个加一个泥的话，东北泥啊。哎呀，对了，看东北、喇叭东北，有个歌词叫，歌词里面就有看不顾东北、喇叭东北。什么是手也是空，钱包也是空，口也是空，什么都是空。他就有歌词里面就用了这个东巴好几个东巴，这样就记着东巴是比较。乙呢？乙呢？乙呢是大部分是在讲解过程当中会用在是什么什么弱势啊，乙不我说七八音呢，没到不音呗，七八音呢，若是所作性，那一定偏于什么无常嘛。七八音呢，没到音呗，音呢什么什么音呢啊？那同样音呢，或者远呢嘛，说若是有，那什么是？有烟就有火，是不是？土儿园呢，没有呗，是吧？土儿园呢，没有呗，啊，突吧，突吧，这个要变成动词嘛？突吧是见的，是不是？遇到的、遇见的，突吧。平常我们吃的那个突吧，也是这个拼字啊，突吧。那个时候是念突吧，就是横着吧，应该突吧，它是对。突吧啊，这是平的，念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平的，突吧是吧？一声突吧，变成那个动词的时候，
吐吧，对，这个吐吧，对对，有点是吐吧，好像这个连线的那个线是轻轻声嘛，轻声，这个是轻声，全部轻声，吐吧，吐吧。如果只有这里没有这边的吐吧，这是不？其实上文里面没有这样，这是好像是在日语里面的它是轻声跟平衡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划线嘛？对对，就是啊，中中中文是有四声嘛，那轻声是大一点的，对啊，永呢跟那个一样，音的是永呢是肉来是吧？永是来嘛，那加一个那的话的肉，永呢啊，俺永呢这个是呗，俺永呢这个是呗，可以吗？对不对？我来的话可以吗？俺永呢这个是呗，这个是呗就可以嘛，是吧？俺永呢这个是呗，他的他的 pardo pardo 通用通用东部东部哦，这个他的是现在嘛？时间对不对？他的啊，pardo 就是哦，对，什么什么 pardo 哦，那直到什么什么，后置是这边讲到他的 pardo 他的 pardo 直到现在嘛？他的 pardo 直到现在，现在只是中文是那他的 pardo 就是直到现在哦，直到现在还没来，他的 pardo 练马松哦，他的 pardo 练马松哦，嗯，他的 pardo 三马松或者三马牛，直到现在没有吃过啊，直到现在没有看过啊。哦，通马牛嘛，加一个否定，这里是通用，见过对不对？通马牛，他的帕度通马牛，讲一直到现在，讲解一直到现在，在后面那个是大部分都是否定的一个，是不是？他的帕度不会这么说，他的帕度通用，他的帕度三用，不太会这么说嘛。我啊、一到现在看过中文也很少吧，一到现在一到现在看过也不会说，一到现在没看过，一到现在没有吃过，一到现在没去过，这个好像后面大部分都是否定，是不是？啊，通用通满用，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啊。懂不？懂不？懂不？哦，这像这样的一个树木哦，这个是金嘛是吧？茎，嗯啊，树树干，树干的话是这个吗？啊，新东就是新东东部哦，也可以讲没到过东部，没到过东部，没到过东部，嗯，东部的话应该要有个这个花径嘛，你们说是那个旁边的中间那个才会叫径径，东部，新的东部，
但是一般的小小的花的这种是比较，你都懂不？啊，那个才叫茎。的树的话是那个树干。啊、树干，对对，树的话就大部分的我们比较呃树木树干都会讲到懂不？嗯，让东北人呢？让东北人呢？俺做唱吗？俺做唱吗？牙记土个用呢？牙不多，牙不多。让东北人呢？俺做唱吗？牙记土个用呢？牙不多啊。东北是空嘛？对，这边是你有空的话，通常你们中文里面也会，你有没有空档？会用这个吗？空档啊啊，有空档吗？还是有空？这个会加档，空档不会加档吗？有没有空档啊？不会加档，空档。我好像有听过有空档哦。好，那平常你要跟丈人问的时候，你有没有空的时候，你就跟上东北一遍，可以这么说，跟上东北一遍。嗯嗯，不是说你是空的吗？不是这么理解，是你比较闲吗？俺这唱嘛，我们大家的牙祭图啊，牙是嗯，牙祭图啊，牙就是来嘛，站跟他们身边，所以牙祭图啊，来图啊就是来见面嘛，图啊，这个是口语上面的那个卡，吧？如果不是口语的话，那图吧爸嘛，牙祭图吧用呢，爸啊牙祭图吧用呢，是图吧是这里卡是口语的用法啊。一边书面语不会用这个词，都有呢，亚不多啊，那很好啊，对不对？亚不多啊，嗯，亚不多给什么意思？好吗？啊，亚不多给，亚不多，亚不明多，好还是不好啊？亚不多，亚不明多，这些句子是比较容易，是不是？亚不多很多都有，但是感觉对于外国人来讲是有些时候因为没有常用到的，即便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就是对你们来说是因为即便是很简单的句子没有常用，也会忘记，还会觉得这个字也是比较难。而且我们这个现在的教法是一直是那个呃，一直是在影片里面的对话的，所以怎么说？对学生来讲没有那么呃，也是在我们初次教的时候是一步一步教。我们刚开始教这个对话的时候，从开始初步呃30个字母在教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在教嘛。我们当初对不对？有一个顺序的一个次第性的啊，后面要讲。
那现在是因为是影片里面的对话，所以没有什么这个次第性的。那就影片里面的他的对话出现什么，就利用那个来去跟你们教，就相当把你们当成已经有基础了。还有就相当对你们已经很有基础了啊，基础已经忙马扎呢，马扎呢，叫给上记的，叫给上记的，他的爬度，童牛没吧，童牛没吧，然马扎呢，叫给上记的，他的爬度，童牛没吧，然这个因为是口语，在对话当中它不用顺序，所以这个然是它后到最后面嘛。那如果是在书面的话，你这个然是在前面嘛，啊，马上呢就给上记得然他的把的通用没有吧啊，后者然最前面，然马上呢就给上记得他的把的通用没有吧。所以如果书面来讲的话，这个然是一定要是最前面嘛。谁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过？是你是没有看过嘛？所以这个作者是要最前面，但是讲话他明白他会了解，所以不需要这样的一个顺序。马扎涅就是起始嘛，马扎涅就给上他的名字是不是也给上就是姐夫给上，我这里就把它直接说成姐夫了，因为他是姐姐的。这个鸡蛋就这是也是口语里面的用口语里面就是连的意思。其实鸡蛋口语里面它的意思是连，连连这个几乎都没有见过的。连这个鸡蛋是用，就说给上就用这个给上。给上鸡蛋来下来吧是什么？来了嘛？给上鸡蛋来下加了一个鸡蛋的话，给上鸡蛋来下，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语气里面是连给上也来了，那就不用说其他了嘛，它就语气里面上面培育鸡蛋新个度，培育是藏语嘛？培育鸡蛋这个用培育鸡蛋新个度，连藏语都会，但它好像有其他都会的。这个鸡蛋的这个语气来讲，它的跑都是我们讲到直到现在嘛。通用面包我们刚刚讲到是没有见过嘛，所以这个然是放到前面比较顺。但是讲话不需要顺序，他明白然是这里讲的然是你不是自己。一般我们然是自己嘛但是这里讲的然是让是你因为他们是姐妹，这不需没有用礼貌的让这个直接用然。通常我们用然的时候，对方讲然的时候是对平等的一个用，就是互相不需要讲礼貌，就没有用礼貌了。然卡的就要然就是直接朋友之间的，没有用敬语然卡瓦州你去哪里？这个人大大的，大大的，这是大大的就是是那的确是。这中文就用了两种不同的一些的确真的。这个我们上次我刚刚你们下课的时候叫你们造句一个，你还记得吗？你们什么哪一个造句？
有时候什么？참좀 되게 예배서래. 참삼 되게 매배서래. 是吗？用참삼来造句吗？啊，待会你们来造啊。아니, 예, 강배, 겹로라, 애플, 동북아시지유, 동북아시지유. 아니, 예, 강배, 겹로라, 애플, 동북아시지유, 동북아시지유. 它这个直接用姑苏就可以嘛？藏文有名字，他不用姑苏，还因为他住在美国，他就用 apple， 那前面是姑苏嘛？开始是姑，下去是不是？这个开始是姑，下去是姑苏。我的房子对不对？我的房子，年康吧，我的房子嘛。角落了就是后面嘛。我房子后面有什么呢 ？Apple 就是苹果，那东部就是刚刚讲的苹果树啊。卡谢一些，卡谢是一些。可以用心动啊，但是这里 Apple 给心动起，一般是你要说你有那个水果的名字前面写的话，那你不要用心，就是用坑布懂不？那个坑布知道吧？坑布是桃子的坑布懂不？估须懂不？那你就把那个水果的名字一起接上来啊。梨懂不？梨子嘛，因为是梨梨树，藏文有我们讲梨，那可能是从那个中文来的梨懂不？梨懂不？我我们从这里先，普伦，普泽，普助，普琼，普测，普济，普人，普具，普测，这是养子，不是真正的，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有的时候是给别人养，就是替别人养那个是我们的普测，就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的，不是自己亲生的你们是会说养子吗？普测，这个测这就是代替嘛，你们知道吗？测是一个估测，就是我们讲的替身嘛。估测程序我们就是像如果是在基金会的那个董事长是估测，这是所有的估测是尊者的，对也就是流亡政府的代表就估测。你们董事长是在国外的，真正有国家的人都是那个领事馆的那个大使是估测，藏文里面是估测估这身体的那个估，萨嘎达嘎小就估这个估，萨嘎达嘎是估，测吧测。
骨折。我们通常是骨折臀距嘛，臀就是的这些任何事情，臀距就是决定，所以骨折臀距，这是从这里任何事情是从这边决定嘛，由它来决定，所以骨折臀距，臀就是事情来决定。普济，着地啊啊啊！骨折臀距整个句子是骨折臀距，就是骨对代表由它来代表决定，就是啊哦对，骨折臀距，因为他是骨折是代表嘛，那个代表人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做任何事情都他来决定嘛，就是行政，如果是联邦政府的任何事情都由他来决定嘛。那像日本、美国都有联邦政府的这个代表，他是要指示联邦政府指示什么都由他来执行嘛，所以他国策团就是那个事情，任何事情由他来决定，国策团聚。那后面加一个康，团聚康，这个康就是这个对代表处，这个帕泽，帕泽，马泽，对帕泽，马泽，普泽，没错。在这里呢，在第二个普济嘛，普济人的名字大部分是用这个，就是啊，全生的都是女生，然后希望呢，在第三四个要生，最后又想要生一个男孩，他就起名就普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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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都是姐姐啊，招娣普济啊，气就是带的意思嘛，带来，就是用直接藏文中文的话招嘛，就是还没有生之前就会，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有两种，一个是生下之后再取名嘛，一个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是取名，那个名字就不确定嘛，但是有希望能带一个就是男孩，就他就用这个普济啊，普隆就是红糖啊，我们红糖就啊，我们先讲外面的，再讲里面的，普隆就是红糖，然后呢，普聚就是那个子孙后代，普育就是那个续流嘛，普聚，普伦就债务，嗯，普伦，这也还是普男的那个普伦就是债务，是吗？负债是吗？普伦
都是这普啊，普这不就是其实生的意思，所以普这就生孩，生儿子的意思，生小孩普这啊普穷就是小男孩嘛，普穷普助孩子没有普助的话是什么普助？那个没有男女关系，所以有个仆就不要认为只是男，这边有很多就是仆这边用的全部前面字都是仆，我们休息时间到了吗？哎，那个快了是不是？我们是半嘛，对不对？是，好，卡谢卡谢，雅尔切雅尔切马尔切马尔切kelip马尔切雅尔切卡谢。这个就刚刚前面就卡谢有些对不对？一些雅尔切就是拿嘛，或者带，雅尔切就是拿来，雅尔切手拿过来，雅尔切手。马尔切就马尔切就是拿过去，马尔切马尔切 kelip 就是带来的意思，kelip lip 就是到的意思嘛，lip 到lip 松到了lip 马松没有到是吧？所以这个 k 就是带，所以带到。卡谢记你记住了，यार खेल को यार खेल को卡谢记你记住了，यार खेल को。刚刚我们名字的，我们在这边念生字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一起念，对不对？यार खेल就是。但我们在这个句子里面呢，我们段落的时候就做了 yar k yar 到这里，比如说卡谢金耶就做了 yar k l e b 这个 k l e b 是一起念，那顺，卡谢金一些嘛，就做了，那个organic 卡谢金是吧？organic apple 那个细菌给它就是没有农药的嘛，没有农药的，就是没有农药的一些水果。我拿一些有机的有机的嘛，这是 organic 有机的苹果，可以解 k e l e b 是吧 k e l e b 따다리 아니 란딜 레바타가 아니 란딜 레바타가 好啊，那么什么呢？란딜 딜是这里嘛，딜是这里，레바타가是一到，你一到这里레바타가这个动词是 leba， 那你这个动词换 shebataga， 这个是一到收是吧？收到这里 shebataga， 对 leba shebataga， 收到这里你就生气，对。안소로 카바 겹쇼아 안소로
卡巴给说，这俺就是我们嘛，卡巴给就是打电话嘛，啊，给说啊，就是这两个都是这也是一个给说就是命令语嘛，命令的语句，也就是请他打过来的，打电话给我们，卡巴给说，这个啊，这个雅不其手啊，就是叫好好做啊，这雅不其手啊，会这么说。哦，那雅雅的就是 OK 嘛，雅雅，嗯，你艾琳了，预备，就做题，俺做，图个，用的，是个多，你艾琳了预备，就做题，俺做，图个，用的，是个多，哦，呃，这是舅舅是哥哥嘛？哥哥在哪里？住在哪里？是艾伦，在艾伦的哥哥啊。艾伦预备舅舅的是他要说什么呢？said 就是说嘛。他说俺做图个见我们，来见我们。俺做图个用个 s 度是说嘛？他说要来见我们。啊，俺这图画用个是个多啊，他就写啊、其实如果是中文的话，从这里到这里是上引号嘛，上是因为是他讲的，俺这图画用个是个多，他是叙述哥哥讲的，哥哥讲的是什么？哥哥讲的句子什么？俺这图画用个是个多。图画用个是个多，嗯。就应该是从这里吧，图画用个，因为俺就是他我们嘛，那所以应该是图画用个来见面，要来见。好，先休息吧。哎
那个班长在这里。靳东也要邀请靳东嘛？不，那个不是，哦，那个什么医生啊，我已经跟他讲，哦，负责念前面。念前面那个，我口误，对，靳东是要负责辩亲的。那我也只能选一个。你都可以。我不行，我只能选一个。那个歌词，刚刚那个歌词要念一遍吗？需要念一遍吗？不然那个发音会抓不准。哦，我念一遍呢。空是叫了，对呗，录像俾我，叫我先给短信嘛，就呗，对给陪给监督偏的来，用着我这把龙点吧，今天试试我把贴了对，看中强征西北米着我，他妈的百姓去给老边去。他们去5年随队他结束，现在3,800两家队，他把人我们准备过天外，确实多个的我都本把呢，立即早点300龙卷了，这里漏字了，我们再后来我们接下来再校对啊，滚着了我查的每种那么了对。人眼让大了，养眼推高数，革命国民陪给作为白，关键土给狼族写不难，关用再把将往魁北对，确实满族9年听断去，兄弟公安当断地主拉，破在的。我军人不义，恰是马蹄立清在把对，大家四处的都被带孙军，立起来做巴上提醒性，叫我军都公布起你的，年薪吃了军都结真少，吃了军都结真少。龙年在天几堂开把走。前面场地里面特冷套，偏旁得了块呗，特住了，自己学会再把的睡眠对，可接就个地基准备起了，缺点越美，干那米着哇，上边就把了块呗当下去，强子别了叫我一马好。看着着我真把的他们这些，大地准备偏旁建筑呢，修着这位恰个没东西，天于偏的冷呢，真都是土气实行那么简单些，有面多进我错些的，在上活动确切的错行动，叫为中属小区电数是。叫为中属小区电数是，扎了些，吃了滚度接近小，扎了些，叫为中属小区电。这个我们校对之后再发，先不要发，因为中藏对照的部分，有些中文上面也还没有校对，所以有没有确定不是很还没决定，所以。这2天没有时间去校对，抱歉。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有机苹果，
organic 的嘛，水菌给深度，俺这个水菌深度，水菌没有农药的水菌菇树，有没有水菌？有没有写到水菌？啊，里面呗，俺这人没有农药的，这里面呗深度。我是没有农药的话，这里面呗深度，水菌啊，水菌有没有？有几个吗？那是这里面我就是没有农药的心豆啊。然后你们这里藏文你们的字典里面有什么？嗯，今天心豆吗？今天我们有机吗？有机物，今天我们今天我的今天我不，今天的话就是不是有，今天呢，我们通常啊，人性是自然嘛，人性不行，你们是有机啊，这个词嘛，今天今天今天，俺这是今天水菌落水水菌，我不确定啊。我们通常是我听过的是水菌，你们字典里面有没有水菌的这个水菌落水水菌这个水马上的水了是水菌星座，我是听过这样的一个水菌，但是不确定啊。水菌，你们字典里面有没有水菌？但是这不确定啊。我是有听过这样一个水菌星座，水菌，要传统的有这个水菌吗？水菌嘛，这是传统的这些是没有农药嘛？水菌给新的就完全不加农药来做。organic，但是像这个有机的也是翻译的，西藏那边就翻译一次，然后是在印度的藏人也会翻，用印度来去翻印度OK，你们没有那个英文字典来查那个英藏的那个 organic 是今天吗？啊，今天直接来今天讲是
反正所生的具有生的都给念嘛，业就是生了，对，莲就是具嘛，嗯。具有生的能力都叫给根。你不觉得印度人会用农药吗？会啊，会，现在都会用。因为农药现在以前好几年前，联邦政府也实行，因为住在印度的藏人也有很多田地嘛，在南部有很多田地，所以开始联邦政府实行不要农药，就是要有机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就印度人自己就用。印度的藏人也是没有办法做起来，就会吃亏啊。他已经那个农地已经农药以前早期都要有弄农药了，现在开始不要没有收获，那个要等很久，营业人啊，养那个地好几年才有收获，就那个没办法继续，对，没有收入啊，除非政府要补助啊，有做过实行过。哦，我们到这里了。我就想说农药很贵，印度应该不会用。地租，铁租，虫租，狼租，我们这边用的错的那个造句哈，地租就这些嘛，对，铁租是那些，虫租就村庄，狼租是青春啊，俺租，大租。俺族和达族是一样的，达族是拉萨、卫藏这个日喀则地区以上的都会用我们的这个，他们会说达族的记是自己来讲的话，的记会称为我自己啊，他就会说达的记，的记。我们看这里也是有日子过来的，他对称自己的说德基怎样德基，那我们就把它取名为德基，他的外号叫德基，现在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叫德基。就这两个是俺族、达族是一样的啊，空族是他们，空是他们，对不对？反正加一个错的话就是多数嘛，确族，你们嘛是吧？俺族，大族，空族，确族，地族，铁族，虫族，狼族，可退，一年，先呢，提拔，可对一年先呢，任何时候说的话是意思，可对就是何时嘛，可对用卡什么时候来？可对用卡的，可对着卡。何时要去啊？可对着可对，他讲的是时间，可对。以年就是但是的这个句子里面，先呢若说嘛，提拔就是接着提拔，是吧？接着提拔询问啊。提拔就询问，普木，rak他，rakro，yakba，普木就是姑娘嘛，大家都知道的，比较简单。rakta 就是同链，就是同链子的链。
我那个练写错了吗？金字边的吗？对对，就是老大有很多啊，就是带这边的一朵然后就是像这勾起来的，就不一定是项链啊，就是对啊，锁链也是啊，一个一个卷起来的那个也是老大。金字边的嘛，那个是练金字边的，那个是，那我这个中文打错了，铜链。rakpa 就是取得的意思嘛。那这里绕肉有两种，一个是取得，一个是黑黝黝的，非常绕肉。但是，我们句子里面应该是取得嘛，取得的意思。yakba 好的意思嘛，好的。koni kaduine接着写呢 koni kaduine接着写呢他嘛 ko 就是直接没有他就没有什么礼貌的，任何时候 kaduine 任何时候 ko 是每次接着写呢讲起话的时候啊kaduine 接着写呢他每次讲起话来啊接着写呢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说남의 꼴마도 티야민도 남의 꼴마도 티야민도 남아是干嘛讲媳妇嘛对남의 꼴是关于媳妇的마도是除了嘛是不是마도 티야민도就是提吧就是问嘛티야민도没有别就是没有别的要问啊对对，他除了这个媳妇，除了媳妇以外呢，不问别的，没有别的。这个中文顺吗？除了媳妇以外，没有别的要问，可以吗？남의 꼴마도 티야민도或者说남의 꼴마도谢야민도也可以如果是把那个 t 改成谢的话谢야민도除了这个媳妇以外没有别的要说마자네 부모 아버지니 마자네 부모 아버지니 부모 아버是好的嘛那其实比较好的女生去年 绕肉 지금인도去年 绕肉 지금인도 去年是根本嘛 rakpa 就是找到了但是绕肉这就用的是口语里面口语的说绕肉 지금인도 就是找不到 rakpa 就是找到了绕肉 지금인도 是找不到绕肉 지금인도那后面用了挺桑是现在所以其实要挺桑去年绕肉 지금인도嘛挺桑是书面的话要放在前面写的时候但是讲话的时候它就放在最后面没有问题绕肉 지금인도 칼라이큐는绕肉 지금인도去年甲醛杀菌抗菌醒菌所以这个圈这外面的这个圈都在圈是在圈这个词在后面嘛对不对里面是在圈子前面那甲醛就是规模范围康杯甲醛房子的规模房子的大小康杯甲醛甲醛杀菌就是杀就是土地嘛
土，所以沙圈土地的面积啊，沙圈，康圈，康就是康巴嘛，对不对？房子，所以房子的面积，省圈就是土地的面积，田地的面积是田地的规模，省圈，省是什么呢？田地嘛，康是康巴，那沙就是土甲就是范围。那在这个呢圈多后面，那我们在圈写在前面呢，圈东是总共，东就是加加减的那个加是这个东，那是圈东就是总共加圈前部前部是大嘛，这是大量，圈大量。圈内我们好几次都有写过，这个圈内是根本，对不对？圈内圈用整体整个是圈用，可以吗？这几个甲圈、沙圈、康圈、省圈、圈东、圈前部、圈内、圈用。好，到这里是今天的课程的内容是到这里了。我现在康圈是不是一个康贝甲圈？康贝甲圈啊，康贝甲圈，房子的那个面积是康圈，就讲了康圈，康贝甲圈没错，康贝甲圈。谁甲圈？谁甲圈？新的甲圈，可以，对，新圈，新的甲圈，新的甲圈。这样前面有问题吗？全部念一次。东巴，引呢，突巴，永呢，塔达，帕杜，通用，东部，让东巴引呢，俺做唱吗？야지 투가 용나 야부도와 마자네 저 계산지다 다다 봐도 통용 매봐 랑 따다리 아니 예 강배 겹로러 애플 동부 카시에 지유 부접 부티 purum, puju, pulun, puze, puchu, puchung, kashe, yarkir, markir, kellep, organic apple 카세지 니 쭈졸라 야르켈렙고 따다리 아니 란딜 레바타가 안조로 카바 교쇼아 야야 니 안엘 예베 쭈조티 안조 토가 용기 쓰기도가 안조 다조, 쾌조,
空处空处대초 대초 총초 총초 랑초 랑초 리초 리초可退可退 이내 이내 시에나 시에나 티바 티바 부모 부모 락타 락타 라로 라로 약바 약바 코니 가두이네 깨자시네 남의 꼴마도 디야민도 마자네 부모 약부지네 촌에 라로 지금인도 딩상 자균 자균 사균 사균 강균 강균 신균 신균 퀸돔 퀸돔 퀸침보 퀸침보 퀸네 퀸네 퀸용 퀸용 다기 심제 탐제라 이시노부 렐하베 텐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르 젠바쇼 칸도 수단 로베세 다니 괴네 멘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르 젠바쇼 쳬람 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모 기마타 다시머루 제베나 젠담 돈에 도버쇼 랑싱인베 심제니 디동 잡을 nen통체 린진 대단 체바지 니바 가외 진진쇼 달라 신기 타도기 시고르라소 미리베 총가랑기 렘바다 예가 신라 묘쇼 칸라 다기 펜다베 레와치와 강기시기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의 담발 따오쇼 도낭외당 규바이 펜데 마나 군라부 마이 뇌당 동해군 상회 달라 렘버쇼 대다 군양 최계기 도배 팀의 마바시 최근 유마르 시베르 시미 청와 레드쇼 나서 도지치 된다 점마제 너무 좋네 고모딜레스